甲王者虫キング。今次講嘅係阿拉蓋瑞細身刺抽形蟲，不過唔係普通養法，而係 BA-Cal85竹邊新公開專門沖大個體嘅實戰方法。作者自己養咗呢種蟲7年，初期最多只做到大約55毫米，但一路修正自育數據之後，最終穩定做出接近67.5毫米嘅紀錄級個體。所以成篇文嘅核心好簡單，唔係求多，而係追求大個體。第一個關鍵係種親選擇。作者提醒，如果想沖大，唔可以求其見到成蟲就用。羽化後太快交配，體重未穩或者本身血統偏細，都會直接鎖死個體嘅上限。所以最好揀種大型、體態完整，而且羽化後已經有充分後食時間嘅個體做種。第二個核心係溫度控制，呢種蟲最忌高溫亂跳，幼蟲期最好維持喺大約17到20度，尤其超過22度之後，大型化會明顯變難。作者仲會用溫濕度監測器分區記錄，利用層架高低做出唔同溫區，等唔同階段嘅蟲放喺最適合嘅位置。去到產卵設定，呢篇文最值得抄功課。作者會用偏軟、適度加水嘅產卵木削皮之後，斜放入木屑入面，底部大約5厘米，壓得比較實，同時做出濕度梯度，令下層濕啲，上層乾爽啲。重點唔係整成一樽濕土，而係整一個穩定、結構清楚嘅產卵環境。幼蟲管理方面，作者主張大約2個月左右就開始檢查，一見到幼蟲去到1至20後段，就要盡早從產木取出，因為如果拖得太耐，產卵木會老化，濕度同菌相失衡，幼蟲之間又會互相干擾，反而拖低大個體潛力。取出之後都唔係亂裝木屑就算，木屑要分上、中、下3層去控制水分同壓實度，容器大概用800cc 到100cc，再按幼蟲階段同食行狀態調整。重點從來都唔係樽越大越好，而係幼蟲可唔可以穩定食上，木屑會唔會太快劣化，到最後羽化期都唔可以鬆懈。作者特別強調要減少震動，羽化後唔好急住掘出，要等外次伸展，體式穩定，再慢慢進入後食管理。如果要一句總結，竹邊新呢套方法就係溫度要穩，產卵木屑要實，幼蟲要早取出，個體要分流，做到呢4點，阿拉蓋瑞細身刺抽形蟲先有機會由普通尺寸推到真正有比賽感覺嘅大型級數。好，下次再分享，拜拜。